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活喺一個俾過度自信偉大嘅時代，我哋追求掌控感，以為自己睇得好通，但事實上我哋只不過係跌入咗大腦預設嘅陷阱。年尾做 self-appraisal， 公司叫你自己評分，你諗都唔使諗就順手喺個格仔度寫低個8分。點解你真心覺得自己值8分？因為你腦入面不斷 loop 緊自己啲辛酸史。你記得自己有幾多晚係全公司最後一個熄燈，喺 office 捱到10點幾？你記得嗰個趕到嘔嘅 project 係你最後一刻爆屍先交到貨？你甚至記得你幫隔離位一個同事執咗幾多次爛攤子？喺你心目中呢啲全部都係超額完成。但你有冇諗過，其實你隔離位嗰個甚至成層 office 嘅人，佢哋腦入面都係播緊同一段片，大家都覺得自己先係 carry 緊成隊波嗰個英雄。結果搞笑嘅嘢就嚟啦！如果全公司個個都寫自己8分，咁即係代表呢間公司入面冇人係平均，更加冇人係差。但係喺數學上呢件事根本係唔可能成立嘅。當個個人都以為自己係 top 10%嘅時候，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集體幻覺。呢個就係所謂嘅優於平均效應 （better than average effect）。我哋大腦有一種原廠設定，會自動 filter 走我哋做得一般嘅地方，只會放大大腦想睇到嘅成就。呢種自我感覺良好，未必係因為你自大，而係因為大腦想保護你嘅自尊心，費事你面對現實嗰陣會太崩潰。如果我哋連自己嘅平庸都冇勇氣去直視，我哋憑咩去理解呢個真實嘅世界？數據唔會呃人，但感覺會。其實呢個自我感覺良好嘅死穴到底係點樣樣？今日我哋由心理學出發，睇下啲數據同埋全世界嘅真實案例，拆解下呢個大腦俾我哋嘅幻覺。翻去頭先講嗰個8分現象，你有冇諗過點解一個平庸到極點嘅人個心入面依然可以有一份橫衝直撞嘅自信？心理學有個好出名嘅概念叫 Dunning-Kruger Effect 達克效應。用最直白嘅話講，無知往往係自信嘅溫床，而真正見過高山嘅人反而會因為睇到自己嘅渺小而變得謙卑。早喺1999年，登寧同 Kruger 兩位心理學家就做過一個好經典嘅實驗。佢哋召集咗一班人嚟做邏輯測驗，然後叫佢哋評估嚇自己嘅水平。結果好諷刺喎，嗰啲表現最差甚至係墊底嘅人，竟然深信自己排喺全場嘅 top 40%。呢種人其實係中咗一種好難解脫嘅雙重詛咒 （double curse）。第一，因為能力不足，所以佢哋注定會不斷犯錯。而最令人感到無力嘅係第二點，正正因為佢哋太無知，佢哋根本冇能力去覺察到自己其實係錯緊。呢種盲點喺越高級嘅辦公室反而越係無所遁形。有大型科技公司做過內部研究，發現一個好荒謬嘅現象：表現最差嗰20%嘅 manager 喺自評嗰陣，竟然清一色覺得自己高於平均。相反，嗰啲真正撐起間公司做得最好嘅精英，對自己表現嘅評價反而比起現實保守得多。呢種落差其實就係心理學上嘅諷刺。同樣嘅自傲陷阱亦都發生喺生死攸關嘅醫學界。研究指出，經驗最淺甚至出錯率最高嘅醫生，往往對自己嘅診斷有一種莫名嘅信心。呢份數據背後有一個好大嘅啟示，甚至係一個警號。呢個世界上最需要聽 second opinion 嘅人，往往就係嗰啲最覺得自己唔需要嘅人。如果話 Dunning-Kruger 係一個人嘅認知障礙，咁呢種過度定位 overplacement 簡直就係一場集體嘅幻覺。事實上，我哋唔單止睇唔清自己，我哋仲有一種老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執着。有一份好經典嘅研究數據展現咗人類呢種盲目。93%嘅司機都深信自己手車好過平均水平。喺精英雲集嘅工程界，有30%人覺得自己係全公司最頂尖嘅 top 5%。最誇張嘅係大學教授嗰班本應最理性嘅學者，竟然有超過90%都覺得自己教得好過其他人。呢種覺得自己係例外，覺得自己先係主角嘅心態，喺成敗懸殊嘅創業領域入面表現得最淋漓盡致。曾經有一項研究追蹤咗超過3000名創業者，發現一個好震撼嘅心理斷層，接近80%人都深信自己間公司可以活過5年。但殘酷嘅現實係，新創企業嘅5年存活率其實連一半都冇。最令心理學家感到不寒而栗嘅，就算你將呢啲冷冰冰嘅數據攤開晒喺佢哋面前，清清楚楚話俾佢哋聽，競爭有幾激烈，生還率有幾低，依然有超過70%嘅人會產生一種幸存者幻覺。佢哋心入面會覺得，
人哋失敗係因為人哋唔夠好，但我一定係嗰個例外。呢種所謂嘅樂觀例外論 （optimistic exceptionalism） 令好多原本聰明嘅人完全無視咗最基本嘅概率邏輯。佢哋唔係喺度創業，而係喺度盲目咁衝入一個由自我感覺良好編織出嚟，注定會破滅嘅局。除咗高估能力同地位，我哋大腦仲藏住一個更隱蔽甚至更致命嘅陷阱。我哋對自己嘅判斷有一種近乎盲目嘅迷信。心理學將呢種現象稱為過度精確 （over precision）。簡單講就係我哋以為自己準到好似神槍手一樣，中意將預測嘅範圍定到極窄，好似一切盡在掌握。為咗拆解呢種幻覺，心理學家 Philip Tetlock 曾經做過一個長達20年嘅神級研究。佢追蹤咗接近300個頂尖嘅政治同經濟專家，記錄咗超過2萬個預測。結果出人意料地諷刺，呢班專家對未來嘅準確率同你隨便隻馬騮喺度估估下，其實根本冇分別。但最令人不寒而慄嘅發現係，專家嘅信心水平同佢哋嘅準確度原來完全無關。好多時一個專家表現得越有信心，講得越斬釘截鐵，往往就係佢錯得最離譜嘅時候。Tetlock將呢班專家歸納做2類，一類係刺蝟型，佢哋手執一套宏大嘅理論，就想將成個複雜嘅世界夾硬套入去。呢種人對自己嘅判斷有一種近乎宗教式嘅迷信。另一類係狐狸型，佢哋相對謙虛，識得喺唔同維度揾資訊，而且隨時準備認錯，隨時修正。結果呢，狐狸型嘅表現雖然好少少，但佢哋嘅信心同現實之間依然隔住一條好深嘅鴻溝。同樣嘅精確幻覺，亦都日日喺金融市場上演。嗰班專業嘅分析師寫 report 嗰陣，會俾一個所謂嘅90%信心區間。聽落好似一切盡在掌握，但數據係唔會呃人嘅。現實中盈利真正跌入嗰個區間嘅機率，好多時連60%都冇。呢啲所謂嘅專家預測，好多時只係一種用嚟自我安慰、用嚟掩飾對未來無知嘅昂貴藥方。佢哋唔係預測得準，佢哋只係對自己嘅預測太有信心。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到底點解人要對自己咁迷信？明明高估自己會跌得好傷，點解我哋個腦仲要一意孤行編織呢場大戲？背後其實有2股力量喺度支撐住呢份幻覺。第一係認知上嘅平庸省力化。我哋大腦每日要過濾嘅資訊實在太龐大，為咗唔好輕機，佢會行捷徑，例如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你會好選擇性地記得自己贏錢嘅高光時刻，然後自動刪除蝕錢嘅醜態，又或者係控制幻覺 （illusion of control）， 就好似啲股民咁，明明個市已經崩盤，佢仲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只要不斷出入市就可以扭轉乾坤。第二係大腦對你靈魂嘅最後防線，承認自己平庸，承認自己大錯特錯，其實係一種非常劇烈嘅精神痛苦。大腦為咗保護你唔好崩潰，會自動幫你加返層厚厚嘅自信 filter。以前心理學界有個好扎心嘅概念，叫抑鬱性現實主義 （depressive realism）。佢話呢個世界上睇嘢最準、最清醒嘅，往往係抑鬱症患者，因為佢哋係唯一失去咗呢層保護濾鏡嘅人。但係呢度我想同大家更新一個更加顛覆性嘅研究結果。由2022年到2025年間，有幾個大規模嘅心理學實驗，嘗試重新驗證呢個理論。結果發現，其實抑鬱症患者未必睇得比平常人更準，佢哋只係單純地偏向悲觀，而唔係更接近現實。呢個發現其實更加令人震撼，即係話無論你處於咩情緒狀態，我哋每個人終其一生都係活喺自己編織出嚟嘅幻覺入面。原來過度自信根本唔係一種心理疾病，而係人類進化出嚟嘅一種生存策略。因為如果你唔盲目咁相信自己比人強，喺呢個殘酷嘅世界，你可能根本連踏出第一步去嘗試嘅勇氣都冇。既然呢種幻覺係我哋大腦嘅原廠設定，咁我哋到底仲有冇得救？或者我哋應唔應該被救？或者清醒從來都唔係一個終點，而係一種生存嘅代價。其實我哋最驚嘅未必係失敗，而係發現自己由頭到尾都只係一個普通人。我哋不斷追求嗰種我比人強嘅幻覺，可能只係因為我哋冇勇氣去直視現實嗰份凍冰冰。如果我哋完全剝落呢層過度自信嘅外殼，直視嗰個平庸、混亂，甚至係充滿隨機性嘅現實，我哋仲有冇勇氣去愛、去創業，或者去面對聽日嗰個充滿未知嘅自己？所以
真正嘅救贖未必係要徹底殺死呢份幻覺，而係喺我哋內心深處留低一點餘地。承認自己嘅局限，唔係認輸，亦都唔係自卑，而係一種難得嘅知識謙遜 （intellectual humility）。正如2000幾年前孔子講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真正嘅智慧唔係你有幾多知識，而係你有幾清楚自己其實唔知啲咩。當你喺最高位最得意嘅時候，識得望翻出去，提醒自己，其實我可能都係錯緊。呢種清醒雖然會令你覺得自己變弱咗，變得冇咁無敵，但正正係呢份唔確定性，先至可以令你喺呢個集體幻覺嘅時代入面，揾到一份真正屬於你自己有溫度嘅清醒。呢世界最遠嘅距離唔係天與地，而係一個自以為醒覺嘅人同真相之間嗰層薄薄嘅濾鏡。咁你呢？你準備好去直視嗰個唔完美，甚至係好平庸嘅自己未？你覺得呢份幻覺係大腦送俾你嘅禮物，定係一個無解嘅詛咒？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都中意呢類關於人性嘅深度拆解，記得訂閱。我哋下集見，拜拜。